兄弟姊妹平安，平安。真欢喜看到大家搁聚集伫遮，做伙来敬拜阮的主上帝。我先邀请大家甲边的人真问安，讲足欢喜看到你。足欢喜看到你，足欢喜看到你，看到你。伫敬拜的之前，阮来看几节的经文。以赛亚书26章4节，你着外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主耶和华是永远的照伴。阿门。箴言第3章5节，你着专心倚靠耶和华，唔通倚靠你家己的牛。阿门。阿门。诗篇37篇5节，着将你的代志交代耶和华，搁倚靠伊，伊会予伊成。阿门。阿门。阮即摆，阮要来倚靠阮的主上帝，阿门。因为伊是阮的信实的上帝。阿门。阮若倚靠耶和华，阮的心是平安的，是欢乐的。我即摆邀请大家做伙起立，一起来唱这条，阮倚靠耶和华。你若倚靠耶和华，你就会心要充满。你若倚靠耶和华，主的福气若水大。你若倚靠耶和华，平安的心要充满。你若倚靠耶和华，一切就做袂打破。我们欢喜来到主面前，打开心门来认识。我们欢喜来到主面前，你的救光和乐着新娘。你是在讲你在俄罗你告诉
我无法这度，对时代到时代，好让你我作为，好让你我关心你到万世代。
是无欠亏啥物。山顶的百合花，春天献香味，总是全能的上帝，为你受死真好气。好地就我的假心，献出疼痛的根基。残留的白灵是无欠亏啥物。山顶的百合花，春天献香味，总是全能的上帝，为你受死真好气。好地就我的假心，献出疼痛的根基。然后我祝福满满，亲像海边雨伞，阮的主爱你到万世代。我们也唱敬拜伊，主欢喜的歌声，好了亲像伊名永无stra也好我祝福满满，亲像海边雨伞，阮的主爱你到万世代。我们也唱敬拜伊，主欢喜的歌声，好了亲像伊名永无stra也好我祝福满满，亲像海边雨伞，阮的主爱你到万世代。我们也唱敬拜伊，主欢喜的歌声，好了亲像伊名永无stra好了亲像伊名永无stra好了亲像伊名永无stra这是咱做伙来吟信息。是阮上帝应当上帝，主灵力好亲正义，万生命大心会思考，那为得开会瑞水，使阮智慧，使阮勇气，面对挑战和极限。条件谈之时，我是民不碎裂包围，攻击基督还进路，夜夜困巴大地逃跑，信心坚定上我路，自愿的回溯。勇气，人生大日的复兴，人生大日的复兴，求你改做平静，了了求强的谦卑，梦将主存在天下。无尽丰富灵抗议，使我以为，使我勇气，一个目标不偏离，天国目标不偏离，查万行中个目标，不是人。前主基督人主悔改，可受了的逃亡，所愿的回
赐我勇气，祝福你甲人是无，无你甲人是无，求愿全力愿将一切痛悔罪恶分不义，用你救赎给我温顺，罪愿严更高一时，赐愿智慧，赐愿勇气，永远敬拜服侍你，永远敬拜服侍你。万军的主，万王的王，创造天地万物，阮的主，阮的上帝。这是何等美好的时刻！阮正受阮的囝儿会当有这个福分来到你的圣殿，来仰望你，来朝见你。主啊，看重的人拢知影，这是上帝你奇妙的恩典，你的拯救。你的呼召，你的拣选，阮拢是蒙恩的囝儿，所以，阮用着感恩的心，用着渴慕的心，用着懊恼敬拜的心来到你面前，是因我要得到主你极大的恩典，你的祝福，你的保守，你的看顾，全世界大家所在，拢奉你的名自集的。伫逐个殿院、逐个圣殿咧敬拜你，主你听所有的人，每一个拢是主你恩典的囝儿，总是阮有交托、有牵条主、有仰望主，就要得到较多恩典。愿你的圣神伫阮遮，伫阮逐个徛起的所在，圣神光照阮，互阮明白，阮是所听的囝儿的一份子。阮的敬拜也要得到你的应允甲祝福，愿你的平安甲阮三甲地地，愿每一个兄弟姊妹拢领受到圣神来的启示甲开力、阳光、恩典。感谢你，感谢你，互阮有这个福分伫遮敬拜，也愿你施恩赐福伫每一个凡那求救主的名的人。这时，阮要学习主教是阮的祈祷文，来同心开声来祈祷讲。愿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行，伫地里即就是天里。愿伫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大家请坐。咱大家来启应文第2篇。我来启，听会众来应。无趁歹人的计谋，无坐亵渎者的位。伊爱慕上主的律法，伊亲像果子树栽伫溪边，叶嘛袂打去。歹人就毋是安尼，所以审判的时，歹人会互上帝算账。因为义人的道路有上帝在看顾。咱三家额头来祈祷，听阮的阿爸天父上帝，
你是疼阮的主，怜悯阮软弱的主。阮感谢你赐富强教会，互阮众兄弟会当伫疼的中间互相相疼。透过无者的分享信息当中，互阮了解耶稣基督对阮的疼，甲长老、长子、小组长、众兄弟的自责相疼，互富强教会会当伫遮荣光你的名，互阮会当来彼此帮赞、彼此相疼。阮也要学习玛利亚安静伫你的面前，来领受对耶稣基督来的智慧，搁一遍来表明阮伫耶稣基督内面的身份。阮是你的宝贝囝，伫教会当中，阮也是唯一，无人会当代替。求主使用阮，成做天国的器具，使阮有智慧甲能力来面对大人无共款的软弱甲挑战。感谢耶稣基督伫2000年前为阮定十字架，为着救阮脱离罪的捆绑，互阮因为相信耶稣基督有新的生命。求主也恢复阮的关系，无论是夫妻的关系、父母的关系、囝儿的关系、甲朋友的关系。上重要的是，阮家己甲耶稣基督的关系，透过关系的恢复，互阮会真正伫工作上、家庭上、教会当中结出丰盛的果子。伫遮也求主亲自医治身躯顶有病痛的兄弟姊妹，无论是线顶，也是伫教会当中有兄弟姊妹，拢求主医治帮赞。伫经济上有困难，也是伫外地工作无法度来聚会的兄弟姊妹，拢求主看顾。感谢赐稳定的主。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阿门。咱做伙来讲述上帝的话。今仔日圣经载有2段。第一段圣经记载伫启示录第2章4到7。第二段圣经记载伫箴言第3章13、17到18。我来读启示录第2章4到7。毋过有一项代志，我要甲你责备，就是你已经放下你当初的疼心，所以就会记住你伫倒位坠落，就悔改，做你当初所做的工作。若无，我会去你遐，将你的灯台对原位刷开。不过，你也有一项可取的事，就是你嘛甲我同款，怨恨尼哥拉党的行为。有耳孔的人，拢着听圣神甲遮的教会讲的话。得胜的人，我要互伊食上帝的乐园中迄丛活命树的果子。箴言第3章13、17到18。得到智慧者，得到聪明，这号人有福气。伊的路是快乐的路，伊的路径拢是平安。对伫遮受伊的人，是做活命树，经调伊的，大家有福气。
献诗，请以赛亚牧区今仔要献的诗是复兴我灵，医治这地。献诗完，请夏牧师正道。那最后普华乡儿童处，谢谢，多谢以赛亚牧区。咱的以赛亚牧区吼，大部分拢是咱壮年的兄弟啦吼。咱的区长吼，满足对了讲，我嘛有少年的吼，少年，所以袂使完全拢是中壮的。但是我特别要甲咱鼓励，就是讲咱这个以赛亚牧区呢，吼。因嘛是传统咱长老教会吼，对细汉长老教会聚会参加团契的基督徒，但是因欢喜来参与新的，就是用小组用牧区的方式来服侍主，来做伙伫小组内底互相造就，无论读圣经，无论是信仰的勉励、关怀甲带导吼，所以因差不多一季啦吼，也是。一站就会当参加献诗吼，实在是真多谢因美好的服侍吼。
咱已经进入到伫春天啦吼。虽然小可还有寒流来，但是一摆比一摆吼，袂讲遐尼啊寒。这是咱春天到，疫情啊慢慢稳定落来，期待咱兄弟姊妹会当恢复早前迄个敬拜热切吼。大家感觉组织伫遮吼，足烧落的吼。无论是咱的爱心午餐啦，也是咱的即个心灵转角迄林咖啡吼，嘛讲安尼，哇，非常的热热，大家安尼客客，迄种气氛吼，若无你参加就减一分去啊。所以期待咱对做兄弟姊妹可能因疫情的关系，久吼袂当来吼，也是讲伊安尼有点较生疏去咱期待兄弟你会当为着因祈祷，欢迎因，因为信仰爱透过群体兄弟姊妹互相的造就、鼓励甲栽培，才会健康，才会成长。要分享做话进前，咱要做伙来同心祈祷。主啊，主上帝，感谢你，互阮有这个福分，做伙敬拜上帝。主啊，伫你殿里，日日较好1,000日，是因为主你应允。伫殿里中，你要看顾阮，你要互阮领受到阮家己，拢无法度人算，无法度人一项一项来好好去看所有的恩典。阮知的你要享受，阮毋知的你也要共款顾守。这是阮持守敬拜来上帝圣殿上重要的目的。主啊，感谢你，互阮这个福分，诚做富强教会一份子，愿阮的敬拜得到你的恩典甲看顾，也愿阮所领受的话是亲自对圣神所来启示阮的声音。感谢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因为兄弟姊妹，咱今仔日来分享这个主题叫做生命树的报赏。咱若是顶礼拜有来聚会，也是参加线顶礼拜，咱属实顶礼拜甲今仔日咱是两段合作会一则经一段主题的经文，要来领受这个真要紧的启示，真要紧的教示。咱顶礼拜呢是对1节到7节，头前段咱已经分享过这个使徒约翰写批互以弗所教会所甲因学老的事，所甲因责备的事，但后壁面，有学老有责备，到底目的是为着甚物呢？今仔日是咱所要分享的主题，但是为着要互咱安尼会当连贯落去吼，小等下咱能够做一个简单的复习啦吼。咱若注意看这个经战吼，伊讲要责备的是责备甚物？讲以弗所教会恁放杀恁当初的疼心啦，然后讲恁来悔改。做恁当初所做的工作，所以表示讲，因毋是毋捌做过，是做过，慢慢又搁冷去慢慢又搁洗去慢慢又搁无注意去讲若无吼，什么款的刑罚呢？嘛毋是讲刑罚是讲我会去你遐，甲你的灯台对原位刷开。灯台是一个上帝宝座的记号，是一个上帝教会的代表。若刷去就是讲你有空的教会的名吼，根本都我无伫遐就对啦。所以这个看起来较像一个位置的刷位，毋过重要是真大真大上帝的这个处罚就对啦，也是讲一个上帝的这个对因的这种的提醒安尼。但伊有个学老伊有所教的讲，恁万份尼哥拉党的作为，咱顶礼拜有小提起吼，就是讲伫教会内的一种安尼。异端也好，一种偏离耶稣基督的真理也好，拢是安尼。但后面这句话就是今仔日的主题啦吼。伊讲有耳孔的人拢着听圣神甲这教会讲的话。尼这句话有一个暗号啦吼。兄弟姊妹，咱上无耳孔吼，尼意思讲有耳孔就表示什么？所有的人所以毋是干那为着讲着以弗所尔，对无？有耳孔拢着听实际是甚物听？毋是听夏牧师的声，也毋是听长老的声，是听什物？圣神啦。所以约翰写这张批，目标是以弗所无毋对，指出因原来的这不足错误，嘛有学老，但是伊讲若有耳孔的人，拢着听圣神甲这教会讲的话。咱拢知影，咱伫这社会讲，啥你都爱读册。讲你都爱听一寡安尼有智慧人讲的话，意思是
毋是讲吼我读册啊，就考几分安尼足够，毋是啦，是讲你会当因为别人的智慧、别人的经验、别人互你迄个教训，你毋免经过，你家己就会当对遐得到学习。那避免你家己拄着的时阵，啊，你搁错误一解，啊，你搁行咧落落一解，毋免啦，知影讲啊，人当初人有讲过吼，讲安尼毋通，啊，所以咱讲爱对时代、对长辈，因行过的路，啊，咱听因的声，所以咱就会晓即通闪避遐个啊无必要的错误。啊，然后啊，最后一句就是咱今仔日的主题讲，得胜的人，我要互伊食上帝乐园中迄丛活命树的果子。得胜的人，后来得胜的人表示讲有照上帝话去行的人。然后我要互伊食，是食倒去上帝乐园，就是爱天龙迄丛活命树的果子。安尼就是才会伫人生的追求的中间，你经过的路站，当你伫主的内面来得胜的时阵，你会倒转去原来上帝创造人迄个上美好的状态。活命树的果子，你有得到。当后壁面今年咱小等会做一个分享，就是讲啊，得到智慧的吼活命树，互因的祝福啦吼。啊，咱也有看到顶礼拜所读的，啊，咱小等会做伙来复习吼。当咱拄则有讲起顶礼拜，咱有头前段来讲到啊，使徒约翰，咱较早拢讲较侪拢是使徒保罗的批嘛。啊，即个启示录是约翰吼，使徒约翰所写啊。即段是咧讲吼以弗所教会，但以弗所教会伫倒位呢吼？啊，咱最近因为即个迄个土耳其啊，搁参叙利亚吼发生地震啊，所以大家拢真注意即个所在。啊，我特别用迄个红色甲画一个画吼，画遐就是伫即个以弗所即个所在。啊，咱较正边青色的遐就是咱也真熟的一间教会，叫做啥物？安提阿啦吼。啊，即边呢地震较严重的是伫安提阿迄个区域。啊，较外海即边以弗所吼。以弗所事实就是爱琴海，面对爱琴海一个大都市。啊，北边吼，北边顶悬就是啊，咱今仔日土耳其吼啊出名诶，嘛毋是首都啦，上大诶都市叫做伊斯坦堡。伊斯坦堡，这拢是历史真悠久吼，文化足丰富诶所在。啊，所以当时以弗所即间教会，伫当时来讲是真出名吼。啊，所以即个地理位置，互咱看。但现在以弗所吼，因为啊古早时代教会诶一寡位置拢还佫留条诶。啊，土耳其为着要趁外汇啦吼，啊，所以就安尼甲遐个古早遐留落来，罗马时代诶遐个古迹拢甲恢复起来。啊，毋若是恢复，伊都要拜托世界足侪爱古迹诶人，特别基督徒奉献啦，现金来互因整理着对吼。啊，这是你看，因当初是2000年前诶图书馆哦，比咱现在啊无较输啦吼。啊，即个所在下面吼有几若个像吼，内面是咧讲真理吼，内面是真理安尼。我会记得哇，20几年前，咱有几若个牧师嘛，做伙去参观吼，即个城市，即个古城就对吼，即拢是个古城迄个门啊，这是你看，从古早也无音响的时代，人就做甲遮尔水的迄个剧场，啊，所以徛伫中吼表演唱歌吼，所有的人拢听了会真清楚。所以古早人的技术哦，虽然无电子技术，但是因为迄个空间的技术啦吼，会当互真侪人啊伫迄个所在啊来看见遮个表演吼，这是较近的遮个拢是代理借落去摆，所以2000当要伫咧。啊，这个是以弗所城内底有传说讲，这个是玛利亚。啊，玛利亚呢，因为伊个耶稣受苦啊，钉死了啊，伊有交代约翰讲，这是你的老母。啊，所以约翰后来吼，传说的就对啦，讲带伊导闪来到以弗所。啊，伫这个所在一间厝，去纪念玛利亚吼。我想讲，就是伊当时逃走啊，闪避的所在就对啦吼。啊，这是你看伊的规个
罗马时代的城市迄个条啊吼，虽然已经顶悬的塔已经放落去啊，但是迄个条你就知影讲当时的规模是遐尼水啊，遐尼大吼。啊，当当时哦，即张图嘛足出名。导游拢会问讲，中午一空迄啥货安尼吼？原来吼，2000年前就有迄落安尼抽水马桶安尼。吼，迄个时代你看迄个罗马人偌尔享受。即个所在是安怎呢？有迄个洗手间，毋过嘛是一个迄个蒸汽的浴室就对啦吼。所以当时的军官啦，罗马人享受真好的享受就对吼。咱遐尼即位，所以咱知影讲伫咱看见的遮的即个城市，你就知影讲哇，河顶水，河顶大即个城市是安那会互约翰写批互因头一间的教会吼，就是伫迄个所在安尼。感谢主，咱是通过即个图，互咱小可较有一个概念就对啦。咱顶礼拜有讲起约翰甲以弗所教会俄罗的所在。佫有家责备的所在，咱佫做一个复习。第一，就是讲因行为真正直、真温驯工作、熬吞论。第二是对做歹的人无容忍，真严格吼，无伫遐安尼和稀泥就对啦。第三是帮忙即个吼，咱刚刚跳袂过。第三是因真严格来实践真理，严格实践真理，用智慧清除遮异端。所以遮就是讲，教会有一个制度，逐项做了，照一般的眼光来看是真合理啊，真应该。有耐心，为着主的缘故，经历足侪患难，无退软，无伫迄个所在救起安尼，佫有2章6节讲，万分遐尼哥拉党所作所为，表示。即间教会为着维持因的特殊，维持伊的真理信仰，逐项拢做啊真够、真周至。毋过约翰甲因责备讲，失去对当初的疼心。迄个教会兄弟姊妹，大家迄个和谐美好的团契嘛失去啊。有时吼，人讲超了伤过去就对啦吼。为着消灭异端，甲迄个疼心拢扼杀去啊。有像咱一般社会讲一句话讲宁可错杀100，嘛无愿意留去一个。哇，遐无辜的人拢受害啊！这是咱顶礼拜分享的主题的内容。到底以弗所教会对约翰所对因的指导，互咱什么款信仰的这个生产呢？伊大概有这几项，就是讲。咱爱常常提醒咱的教会，咱福强教会已经47年久嘛拢有伊的历史，久嘛有伊的制度，有伊的习惯，有伊的传统。到底这个物件是真人好的流传，咱照安尼行。但是这个时代、这个社会有下无？有会当造就咱无？会当帮助咱无？是讲咱着照安尼行吼，安尼咱讲照迄个规矩吼，有情理，无拍情理安尼。所以咱第一就是讲，教会历史愈久，制度愈僵化，无愿意改变。所以咱有去省察着讲，咱是毋是真注重制度、仪式、规矩，但是失去迄个教会上重要的生命养分，就是疼心。意思讲，有时。宁可有一寡安尼无遐尼严，但是用疼心来化解。比如讲，你用严格排除，有一寡人因安尼来拄着伤害，还是讲有人拄着安尼袂当领受着迄个救恩，安尼到底是倒一项较重要？特殊真重要，但是因为安尼有侪人，因为安尼来失去迄个信仰的即个养分甲疼，安尼倒一项较重要？伊咧讲的是这。第二，尼古拉党的效应甲危机，甲世界妥协，就是用教会的迄个基督教的上，迄个核心的真理煞甲滥用，就是讲，先举一支大刀四过扑就对啦吼。哇，开喙合喙就讲，圣经就安尼讲，所以恁就袂使安怎，规个到地吼，有一寡人
伫毋早的错误中间，你嘛安尼甲刑罚落去。啊，这是咧讲到咱看见尼哥拉党吼，伊效应甲危机。啊，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讲，毋拄好，亲像尼哥拉党安尼，为着应付社会的习俗，为着应付社会的即个即个风气，啊，咱就对社会，啊，怎甲上帝的真理怎甲放一边啦吼？看社会都安尼，咱嘛对安尼一直妥协去安尼，这嘛袂使。第三，就是信徒加入教会愈久，啊，原始的热情拢感动拢失去。咱都爱常常提醒家己，到底我以早安尼，啊，我现在是毋是有改变？有是因为久啊，怎习惯去啊？所以今仔日要甲咱三个学习讲，咱要安怎倒转来伫信仰原来的起初的听，就是伫咱信仰甲灵性的恢复啦。就是第2章50今仔日的主题经文吼，所以安尼讲，所以就会记你对倒位对了，你伫倒位对了，就悔改做你当初所做的工作。安尼表示讲，原来你有啦，但真失去啊，毋知什么原因，是世间的事甲你颠簸，还是你拄着什么款的伤害，啊，互人甲你安尼伤着，啊，你怎无爱？有真侪兄弟姊妹初信的心真热心，但是吼无装备要好啦。啊，有人吼毋知影安尼开嘴甲你讲一句较无好的话，啊，你就讲啊，无睬我做甲安尼吼，啊，佫互你嫌啊，无爱啊啦，无爱啦。我会记得牧师伫即个讲台顶有捌讲过一句话，咱真侪人吼重视人的看法，啊，毋过吼也无在意上帝安怎讲。意思讲，足侪人跋倒，足侪人离开教会啊。那毋是讲对上帝失去信心啊，是对人失去信心。啊，你表示啥物？迄个上重要，你无持守，啊，人小可讲一个话吼，哦，啊，你挡袂牢。因为人吼足侪，特别是传统的迄个较属于安尼，较毋是都市内的教会，大家会友拢足实在的，迄种较庄卡型，还是讲大家家族啊，拢伫即个所在聚会。真侪人无爱来教会，是讲因为啊，若迄个来我都无爱来，看到你我就先安尼，吼，啊你看到伊就先，啊看上帝嘛先呢，安尼到底是你趁着倒位啊，你失去倒位拢无咧注意啊，啊这毋是牧师吼，调工要加讲车，是圣经慢慢明明讲，咱毋通因为因噎废食啦，毋通因为个人家己的软正。煞失去上帝的恩典，这是咱真重要的常事。啊，所以讲你都爱会记得你对倒位倒位了，就悔改做你当初所做的工作。啊，若无吼，迄个金灯台刷开，到底安尼你失去的啊是何等的大？你得到的无济，啊失去遐尼大，安尼减会好？啊，何况有时你会家己感觉讲足怨，人讲上帝啊，我为着你做遐多，啊，煞到尾好像一点仔报酬拢无，安尼毋是足落去的吗？啊，这是咱对遮经节吼，用咱的话来讲是即款的气氛就对啦吼。啊，所以约翰安怎甲提醒，咱能对遮来省察咱家己，省察咱家己的教会。第一，回想你当初伫倒位踏落的对落的。回忆迄个上起初上水的信仰甲心灵的感动啊！回忆爱记得当初是甚物感动你的？迄个原起初的感动，你要有保守无？你要有持守无？啊，这是真重要，因为咱入来教会愈学习愈接触是愈多嘛。啊，你一个做无用到一个程度吼，比如讲有兄弟足热心服侍。服侍到最后吼，伊来教会就是讲，我要做这做迄做迄啊，这2、3、4、5一直做去，做到最后啊，连你甲上帝见面啊，要单纯安静祈祷的时间拢无。啊，这嘛是咱上容易犯的错误，特别是骨力的人哦，认真的人，所以迄个偏差，煞伫你不知不觉中间来消失去。第二。啊，咱先看，就是讲会记得什么呢？初信的时，你甲上帝真亲近，有心灵的感动，你即款的还有伫咧无？会记得传福音、传人归主，迄个喜乐甲满足，
啊，你还有继续无？会记得追求迄个上起初真纯真的感觉甲美感。咱一个对照来思考，我是讲用一个例来，互咱想讲啥，迄原始的是偌好啦。咱即个兄弟姊妹拢有即款的感觉。你会想要转去故乡，有影迄个景物真好，但是上侪人所想的是讲，哇，转去厝哦，老母煮的物件吼，较怎煮都好食吼。其实吼，迄毋是真正遐厉害啦，老母毋是世间上高的总破西啦，是你对细汉食老母所煮的，你迄个味觉已经记伫你的脑海中，也是讲记伫你的整个基因内底啊。吼，别人煮的迄味拢无像老母煮的味，啊，就是种真趣味的连结嘛。迄是你原起初啊，你对老母的疼所引起伊煮的物件，你感觉感谢，特别是离开愈久，啊，就愈想念故乡啊，老母桌顶的口感甲香味嘛。啊，你嘛会想着讲啊，遮久吼，毋捌甲囡仔伴吼，较早做伙耍，做伙读册，迄阵囡仔，我嘛足爱佮甲伊见面，是因为咱迄个原起初的感动，会塑造你的一个性格。啊，那来比较就是讲，当初时上帝呼召你来信主，啊，你来伫教会受造就迄段，上帝安怎互你的应允，啊，咱就爱佮倒转去啦吼。啊，而且知影讲这是上起初原始单纯的能量，啊，你的回忆吼，你的回忆会互你重新佮倒伫迄个轨道内底。什么意思来讲？你原起初迄个动力伫咧，啊，你佮倒转去，你会感觉讲会重新着开力。所以真侪人讲，我转去故乡行看看，也无特别什么代志啦，也无什么任务啦，但是都行细细看到这亲情朋友，看了你感觉，好像规个人的迄个真实感过来啊！我咧讲起着一个，咱可能兄弟吼，你厝里若有第四代的吼，会看见一出电影叫做周星驰的《功夫》。有人毋捌看过，有人毋捌看过。我知影新闻报讲吼，这是咱台湾的电视台重播率上悬的一出电影。反正你若凊彩甲开了电视，拢有就对啦吼，伫咧电影台啦吼。但我要讲，毋是要讲这个故事，这因为啊，伊这个周星驰的足够编吼，编甲互人感觉真趣味就对啦。反正吼，会晓看不晓看，拢感觉真趣味啦。但是我要讲的是讲。这电影内底有一个元素，咱去遐注意啊吼。这周星驰家己主演对毋对？啊，伊少年时代就是做歹，啊，得要去加入什么党安尼吼。但是到最后是安那会改变，因为伊看见伊囡仔伴迄个查某囡仔，迄个古水的查某囡仔，伊当初时是为着要救这个，还是讲要帮助这个查某囡仔吼，啊，互遐歹囡仔拍甲，互伊安尼愤世嫉俗，就准备要做歹，要来报复就对。但是当伊看见当初时迄个囡仔，啊，伊要甲帮助的原起初的初心就对啦，啊，毋是后来佫倒转来吼，啊，变做来主持公义正义的一个气力吼，这改变初心的气力，是因为伊对细汉迄个原来要救这个细囝，吼，这个查某囡仔，啊，这个查某囡仔摕一支棒棒糖，吼，毋知你有看过有印象？若有机会吼。电影甲开了，拢做定来咧做就对啦。啊，我意思是讲，咱基督徒是毋是有时吼，当初时你的理想，你当初时会想要拍拼的对象，现在我怎失去？可能社会真无用啊，真侪人情世事，互你失去原来迄个起初的疼。啊，这是电影，互咱一个提醒就对了吼。第二，爱悔改，勇敢承认原生的错误是家己造成的。咱真侪人啊，错误拢就发生嘛。但是哦，你拢想讲啊，迄拢别人影响的，别人安怎拢互你害啦吼。那么这个社会害你，就是什么人害你，啊，无就顶死害你安尼。啊，害到最后你上吊，啊上吊吼，啊失败啦上艰苦。约翰甲咱提醒讲，毋免怪别人，你错误你都会家己改，承认家己所造成的。迄家己吼，人讲对家己开刀是足艰苦的，但是迄是治疗上好的，对不对？你要健康，你要恢复，就对家己。啊，咱知影讲现在3C用品，大家用啊，安尼差不多变作随身的就对啦。咱手机有软体升级呢，电脑爱升级，啊无足侪病毒，足侪啊无好的
软体吼，啊你用了卡卡啊袂好势，啊你当然爱有时人重新吼，啊搁下载，搁增加恢复。好像是咱在做啥物工作，有时咱做了一个惯势，咱煞袂记得原来的天数是啥物，啊这是咱真重要，就是讲对着这段圣经才互咱的学习啦吼。所以咱讲悔改的难题是啥物？家己承认家己的失败，而且承担你的责任。第三重要是讲爱恢复当初迄个疼心的行为。咱知影讲悔改就带来动力，改变现在的思考，定顺行出咱拄则圣经互咱讲迄个起初所行的事，起初所行的事。所以兄弟姊妹，你有想着讲，伫你的人生过程到现今，无论是几十岁，你有伫原来迄个上基础的疼，啊，像你当初原来迄个心意，到底离你现在偌远啦？信仰的一项事，你人生的目标嘛是一项事，你安怎互伊倒转来原始的疼？若要讲是讲，是倒来是上帝原来呼召你的目的。上帝爱你做甚物，你有失去啊无？啊是你已经互现在的社会所束缚去啊？你身不由己啊！你无法度通脱出啊！你是毋是有亲像约翰所甲咱提醒讲，我爱重新再来。悔改，我会记得顶无偌久有讲起着这样事。悔改毋是讲我去做甚歹代志互人掠去关，毋像迄种悔改啦。悔就是讲我即个毋对，我会顶来。像实验吼，做实验的人，敢有人讲，哎哟，顶摆我做毋对足见笑的，无啦。毋对，就是养分嘛。后摆我就袂阁犯定另外一摆的错误嘛。咱的教会逐年拢会办迄个叫做迄个幸福小组。真侪小组同工，大家努力拍拼到尾开成成果无啥照原来的期待哦。大家来检讨讲，当初是安怎，倒一项无好势，拢有真侪，迄叫做互你重新再起的困难。所以失败，你安怎甲看？是打击你的信心，打击你的迄个动力呢？还是讲成做一个你后摆毋免阁犯错误的一个成绩甲养分，这是真重要。所以咱倒转去原来起初的行为真要紧。起初所行的事，就是起初的疼甲感动。起初所行的事是倒转来灵修祈祷，迄个习惯的恢复，毋通互社会足侪迄个习俗甲你束缚去，你怎失去安尼？第四项是，你要接受圣神带伫你内底。接受圣神的管束，这是顶礼拜咱读的罗马书第8章第9节所甲咱提醒，就是养成美好属灵的习惯，好的基督徒就对了。你会当有真侪理想、真侪好的想法，有真侪上帝互你的灵感吼。但是你有一个原则，就是讲圣神啊，我所做的、我所想的、我所爱行的这些事，是毋是合你的旨意？欢喜接受圣神的提醒，就亲像保罗吼，伫使徒行传内底有真侪所在，保罗拢讲，因为圣神毋准，圣神毋准。圣神敢有真正一句话就甲你讲毋准呢？是伊甲上帝的关系真亲，伊体会到上帝互伊的提醒，讲安尼毋准，甚至要去到马其顿传福音，嘛是圣神甲引出来。这是咱基督徒真重要的属灵。你若无常常甲主亲近吼，你就听袂出一句话什么意思啦。因为你互圣神带伫内底，常常会互你提醒。甚至有个人吼，会做准备要出门吼，伊心内感觉讲怪怪咧，好像心无平安吼。你是讲这个人遐敏感吼，到底是咧想啥呢？但是伊知影讲这圣神的声，哇，这真奇妙。咱毋知人甲笑讲，哎哟，你是安尼有诶无诶想遐济？迄就是讲你的层次的问题啦。兄弟姊妹，咱顶礼拜初太十经站吼，安尼讲，既然上帝的神有踮伫恁内面，恁就毋是属本性，是属圣神。有圣神伫咱内面吼，咱就无家己的本性，咱家己的有限，迄个知识有限啦。伊讲人若无基督的神，就无属基督。这是何等大的提醒。咱常常爱伫主的面前，甲主祈祷讲主啊。我虽然
捌你无够深，但是求圣神提醒我，用无共款的方式，有诶属灵性真深的人，伊真敏锐啦。但是有诶人可能无法度。毋过你甲主讲主啊，若是我有啥物失错，有啥物款的做法有啥毋对，求你通过无共款的启示来引带我，甚至伊会叫你上好的朋友，也是你边仔亲人，你的时代来甲你提醒。啊，这是咱做基督徒的人才感受会到的。讲啊，你安尼敢会是逐项拢安尼无主张无拍算？事实毋是啦，是因为你知影。伊个圣神知影你诶上好诶是啥物，爱做诶是啥物。因为安尼，咱即4项即4项一个恢复，然后上重要是讲要领受乐园甲生命树诶报赏。啊，这是约翰第7节内面所互咱一个真水诶提醒。咱搁看一遍，讲有耳孔诶人，拢着听圣神甲遮个教会讲诶话，有耳孔诶人。有耳孔的人，当然耳孔毋是咱一直是听觉即个耳孔啦。意思是讲，我若有领受迄个信息的人，你耳孔听有用听，若无呢用看的嘛是算领受着啊。啊，即个甲咱英文讲得胜的人，我要互伊食上帝乐园中迄丛活命树的果子。得胜的人。那生命树伫圣经中有真侪教导哦，真有意思。我做点简单的整理啦吼。活命树是啥物？讲代表领受生命智慧的来源，领受生命智慧的来源。拄则咱读的圣经节是箴言3章13节讲，得到智慧的，得到聪明，即互人有福气。智慧、聪明有福气。然后第18节讲，对持守伊的人是做活命树。牵条伊的，大家有福气；持守就做活命树，牵条伊的，大家有福气。拄则咱读17到18节，17节是安怎讲？讲伊的道是安乐，伊的路是平安啦。所以行伫上帝路的人，照主的旨意来得胜的人，会领受活命树的果子。这活命树是得到智慧，是持守伫平安，就得到祝福，然后。大家人有福气。活命树什么？是个人生活充满了喜乐，充实喜乐的泉源。所以食生命树的果子是代表进入基督国度的祝福，享受基督掌权上权的快乐。所以用活命树会当成做咱生命中一个安尼足多面性的迄个祝福的代表，迄个恩典的代表，迄个生命的代表，咱若看见生命即个活命树。伊的迄个起源咱知影讲对创世纪的记载来的，爱甸乐园中的活命树，创世纪第2章9节讲，耶和华上帝互逐样地树对地面发起来，好看也好食。伫园的中间，阁有活命的树，甲分辨好歹的树。讲你爱甸乐园上帝创造的时阵呢，逐项拢真水真好，伫迄个中间呢有。活命树，阁有分别善恶的树，所以得到活命的树，伫箴言安尼甲咱教导讲，活命树代表一切会当互人珍惜生命的美啦，咱拄则已经读过一遍，持守智慧伊讲对持守伊的人是做活命树，牵条伊的就有福气。所以会使讲，即个活命树是上帝应允的一个代表，你有得到，就是一个祝福过来代表义人所结的果子，义人所结的果子。箴言11章30节讲，义人所结的果子是活命树，智慧的人得到人的灵魂，会当讲义人遵照上帝的教示来行的。所以兄弟姊妹，你所领受到迄个活命树的果子，你有去领受到迄个掌握到讲，但我安怎得到无？既然即个活命树多面性的祝福，你有摕到无啦？约翰讲的讲，你要得到即个活命树果子，咱逐人拢会去争取，去得到。我看见有迄个企业形象用即个活命树做标志就甲伊象征一丛树做特别。是安怎树遐尼济，爱有活命树咧？当然迄是上帝特别应允的嘛。园中间
爱电用遐尼多的树，就是敢若有即个活命树，表示上帝特别应允的。所以有人真侪用迄图片来象征生命树的意义啦吼。安尼真青翠有的树伫咱台湾迄个希诺基的树，有的滚啊青冬吼。咱有人捌去到司马库斯的，爱去看遐个迄巨木吼，一丛一丛大丛安尼，即款活命树的意象吼。像你即位，搁另外一出电影，应该咱有捌看过，叫《阿凡达》，有无？《阿凡达》吼，因去到迄个另外一个星球内底吼，迄个所在的人吼，生着甲咱无啥共款，迄纳美人哦，迄青青吼，迄蓝色的安尼吼。毋过吼，你有看到迄个电影内底吼，因迄个星球内底有一个当初一个影像，就是讲，因迄个星球内底有迄个灵魂的树，有无？吼，灵树佫会留真侪迄个物件出来就对啦。这是迄个灵魂的树。当然，咱这是一个电影，这是一个做电影的人拍片的一款的创意啦。但是，毋是安尼空嘴布置的哦。上帝是安怎用生命树，伊无用别项。有迄个专家吼，有迄个环境的专家咧研究即个树到底是安尼，敢若会发叶曝日开叶，还是甲内底有啥物机制吼？真正有人安尼研究哦，讲阿凡达即个灵魂的树吼，有人发现讲，真正生态学家发现讲，甲动物共款，树木会当透过迄个根地下的网络咧沟通当然即个科技是安怎发展咱是毋知，但是意思讲有即款的可能性，迄个树是有灵性的。佫较免讲咱台湾人迄大树拢爱拜，你敢知影？表示讲即个树有伊足奇妙的所在，咱咧佫毋捌的啦。但是咱讲这是要互咱加添咱的印象，是安怎？上帝讲活命树，你都要去争取，你要去领受，是因为上帝用活命树，咱看会到迄个树，迄个安尼奇妙的生长寿命遐尼长，把你去找着讲。我要得到是对上帝来的活命的树。最后有一个属灵的启发啦，毋是遮所写的。活命树上顶上帝爱电路远，咱真也看袂到到底活命树伫今仔日生活中间，免得用信仰来表达的。活命树第2章活命树，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是一个属灵的即个连结就对啦吼，一个属灵的启发。先解说讲这会当去领受讲这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为活命树就是活命的本源嘛。所以伫启示录的中间，身体身地内面无搁再有分别善恶的树只干那剩生命树。先讲，因为分别善恶的树是有表无上帝的生命、属世知识甲智慧啦。意思讲，迄个分别善恶是咱伫世间俗世内底所要伫遐来分别的，但是伫新的天、新的地，就是只有迄个生命树、活命树。咱若看见即个哥林多前书1章21节安尼写，讲既然世间人袂当靠家己的智慧认捌上帝，靠家己的智慧，你要掌握上帝，拢掌握袂着查这查迄无法通真完整。讲上帝就对伊的智慧欢喜永远所传迄个愚妄的信息来拯救伊，来拯救信伊的人。咱昨对保罗内底讲的遮个话，就是讲有真侪人甲基督徒笑讲恁这信这是信这真啊假？恁若看袂着是哪信？但是保罗讲，我是单纯的相信，因为信我来称义，因为信我知影即个十字架的救恩是真的。所以你若对一寡人咧讲，你甲伊辩哇！愈变面愈红，因为伊都无去体会到你的信嘛。有时是用见证有无？用咱所行所做知影讲，哇，这个人信互伊改变较侪，这个信有可能有意义我来知影看卖呢所以常常因为咱人的改变生命，改变影响别人的生命，伊才知影讲你的信是真的嘛。你甲辨别安尼较
天花乱坠伊嘛听无。保罗讲，人的智慧，因为伊所面临的是希腊迄个社会、迄个世界。大家拢足巧啊，智慧口才足好，愈变愈深。但是伊讲，我是用迄个上句，我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伫十字架顶的牺牲，我来得到，比用任何世间的话搁较好。圣经向咱指出，上帝所祝福为永恒的道路是生命树的道路，因为爱德龙迄丛生命树呢，伫亚当夏娃受赶出龙园了，就失落找无啊，因为迄个生命树夏娃因都无迄个福气嘛，受赶出啊嘛。那问题是，咱若照即个线路落去看，上帝是哪要搁救咱？就是因为搁甲迄丛生命树活转来咱中间，就是咱耶稣基督。上帝原来迄丛伫爱德龙的生命树，通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搁定身互咱去领受着。所以主为着咱有备第二丛的生命树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咱看彼得前书2章24节讲。基督伫十字架顶亲身担当咱的罪，互咱罪死，义来活。对伊的受伤，恁得到医治。这句话就是活命树的真理嘛。得胜的人要领受到迄个活命树的果子，食迄个活命树的果子。所以咱当讲是属灵的顶面，咱理解讲，这个活命树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但迄十字架呢？毋是咱伫树林中，也是伫咱的司马库斯看呢，哇，树丛遐尼大丛啊，迄叶啊遐尼多啦，是因为十字架顶有主耶稣基督的保护。保护代表遐活命的叶啊，耶稣基督保体伫十字架顶受苦，带来救恩，是比迄丛看会到的树延伸搁较快，而且2000担到现今，悠远继续。在发展伊的开力，所以受挂伫插头顶吼，咱拄则看的即个伫十字架顶，原来旧的圣经是讲插头顶悬啦，原文就是树啦，伊讲互顶伫插的顶悬，就是顶伫树顶。耶稣基督就是挂伫即个树的顶悬嘛，所以成做一个新的属灵的救恩的生命树。搁一项，既然会当上定即活命树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搁较重要的是咱领受救赎的恩典，食迄个果子就是领受圣餐。兄弟姊妹，安尼有真奇妙无吼？早前咱失落的爱甸龙园的活命树，今仔日透过耶稣基督，互伊重新发出新的活命树。通过兄弟姊妹，大家奉主的名自执祭祷所领受的圣餐，就是要食迄个生命的果子。兄弟姊妹，咱是何等的福气，咱会当通过耶稣基督救恩来搁接近这个活命树。咱若通过食圣餐、领圣餐，享受到迄个救恩，是真正你咧食迄个活命的果子。所以圣经所含的应允是讲，因要得到丰盛的生命，将来伫新耶路撒冷中间得到生命树的果子，得到永恒的生命。这是咱基督徒对伫这段经文内底约翰有懊恼，有责备，还有提醒，还有互你机会讲，你爱对原来失落的所在、跋倒的所在爬起来，你爱悔改。悔改毋是讲我甲你刑罚，互你安尼变做安尼，毋敢见人，毋是啦，是你重新恢复迄个疼心，你原来有诶，恢复起来，然后领受到即个活命树的果子，享受即个活命树果子，咱已经辨别，咱对耶稣基督的救恩，十字架顶的救恩，就是领受即个活命树。你领受圣餐，就是象征你有这个福分来得到活命树的果子。愿主将这款的祝福赏赐伫咱兄弟姊妹的身上。伫我若看重讲，这个圣餐毋是一个仪式啦，圣餐是你逐摆在看见讲这个活命的果子，我有爱，我爱得到，我要领受，我要得到救恩。上重要的是讲，兄弟姊妹，伫
伫你家己的信仰，伫你的思考，伫你的家己的灵修中间，常常去提醒讲主啊，我对原来失落的所在伫倒位，互你搁重新转来。愿主赐予咱福阳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拢掌握着拥有迄个活命树的果子，迄个果子是甜，搁有快乐的，有活命的，有救恩的，有祝福的。兄弟姊妹，咱要来吟首诗歌，再来做伙祈祷吼。圣诗498首，主的福音真道理，人人着听伊教示。若是有听无去行，就是开花无结子。愿主将这话放伫咱心内，咱唔通开花无结子。咱坐咧吟就好，第一节来。主的福音真道理，人人着听伊教示。若是有听无去行，就是开花无结。第二节，咱在天父所欢喜，就是相信谈道理，坚心挂力靠救主，真力好应更易，着结相信的果子，仁爱和平加欢喜，忍耐自家良善，如果这个中。第四节，相信来扶持，赞我心定那个天，世间受将帮后面，专心对主无杀离。感谢主，互咱领受主福音真道理，咱有听搁去行。兄弟姊妹，咱为着几项的事做伙来祈祷。第一，咱通过拄则所分享主的话，咱甲主讲：主啊，这个活命树的果子，我意爱较无要得到。求主提醒我，互我转去伫原起初迄个疼，迄个疼是耶稣基督牺牲的疼，迄个恩典的疼，有快乐的疼，互我成做一个得胜的人。会当领受迄个救恩福音活命树的果子，咱逐个人伫主的面前，甲主求讨。第二，咱为着咱成做富强教会的一份子，求主也提醒咱，互咱的教会整体也持守着迄个原起初的疼，互教会成做一个吸足，互人伫遮领受着耶稣基督的恩典，伫遮看见上帝的救恩，每一个兄弟姊妹三好三听，活出耶稣基督的宽恕。第三，咱为着教会，咱所推动的各种的圣工来祈祷。咱有门徒训练的课程，咱有各种查经的课程，咱也有咱已经开始的这个40日连锁禁食的这个事工。求主亲自带领，互大家人有意向，有迄个感动加入，成做这个活命快乐的一份子。第三，咱为着每一个家庭来祈祷，咱周报内面有报告真多的兄弟姊妹有病痛，咱替因来祈祷，求主亲自恩典怜悯甲医治。也有拄着死失的家庭，求上帝亲自来安慰。也有对上帝领受到身份的祝福的，求主恩典甲因同在。特别，咱为着国际这个俄罗斯甲乌克兰的战争会当止息，土耳其所在的地动会当得到好的救灾，以及咱家己为着家己所疼的亲人，因的欠过甲需要。咱若
备办好，咱大家开声也是静静做伙伫主面前，同心来祈祷。现在主啊，上帝感谢你，恩待甲保守，圣神做工伫阮中间。主啊，愿阮诚侪上帝你的采用，愿画出画命树的果子，会当应得到主的应允。上帝的祝福也伫阮中间。被上帝啊，愿阮的教会也诚侪一个生命树的上顶，做一人通过这来得到救恩。主啊，为着教会中病听兄弟来祈祷，求你施了医治甲怜悯，也特别阮有拄着家庭死的，求你亲自安慰。也阮求你保守，也有新婚的家庭，求你也祝福因，会当建立水的家庭，互上帝你所欢喜。为着伊拉克，为着托尼基的地堂，为着俄罗斯的战争，求你亲自来保守怜悯，互百姓无得到伤害。感谢阮听你的听，伫阮的中间，感谢主。主啊，主阮的上帝，阮谦卑伫你面前，同心有开声无开声的祈祷，主你拢知影阮所困求的。爸上帝，活命树的果子，求你赏赐伫每一个兄弟姊妹中间。主你备办好，是阮欢喜要去领受。阮有听，搁去行；阮有领受即个活命树的果子，阮就是有圣神对阮讲话，阮有去听。阮就要诚侪得胜的人，搁去行。感谢主，主啊，阮的教会也诚做一个活命树的上顶，真侪人来到遮，看见即个救恩的记号，也就欢喜军队。通过兄弟姊妹的努力，甲阮做伙有份，伫即个福音的国度领受祝福。俾阮的上帝，阮将教会中兄弟姊妹交托你，求你怜悯保守，有病痛中的兄弟，有咧治疗中的兄弟，有咧静养中的兄弟。主啊，阮关心因，求上帝你亲自降落你的恩典医治透放伫因的身上。主，阮为着教会有新婚的青年，求你祝福因建立美满幸福的家庭，互主你的听甲因同在。阮也有家庭中间失去至亲的人，上帝啊，你的安慰赢过人的话，求你亲自赐了安慰、信心甲交托伫因的身上。爸上帝，阮求你怜悯保守，阮大家关心这个疫情会当完全的消除，阮恢复社会这个活力，阮的士农工商会当恢复起来，台湾的经济发展、民主政治、国际的平安，拢求助你赏赐。阮将俄罗斯、乌克兰的战争，求上帝怜悯，互因有智慧当止煞，互百姓无搁受苦。托尼基、叙利亚的这的地动，上帝求你怜悯，国际各种的救灾，会当及时帮助这受苦的百姓。主啊，感谢你，阮有福分做伙敬拜你，这是一个听的团契，一个恩典聚集的所在。求你将这救恩、听堂甲祝福，赏赐每一个兄弟姊妹中间。感恩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咱三个来奉献，请侍奉当工来服侍。请起立来唱奉献的诗歌。
会众请坐，请咱来读本周一根句。这根灯后来的荧光，要赢过前的荧光，这是万军的耶和华讲的。搁伫遮的所在，我要守住平安，这是万军的耶和华讲的。哈该书2章9节，这是我来报告。后主理敬拜何西同工，请何西同工详细看。请掀开第3页。本周大项聚会，请或者家己看。请看周报第4页，集体交通本日妇女事工纪念主日，请兄弟继续关心奉献代祷。第2点，本会定后主日3月7日召开中职甲首长联席会议，请中职家己看。代祷团消息第3点，欢迎耶稣受难周40天连续见证祈祷，为2月27到4月7，请咱详细看。第4点，教育装备何西团队3月18举办伫新竹新温堂潘龙龙牧师专讲。定为3月18下晡2点，欢迎本会兄弟姊妹踊跃参加讲座。讲完介绍，请家己看。今日是3月份庆生会，具体第5页、第6点甲第7点，请牧师补充报告。第8点。看第2点，本学期奖学金申请伫今仔日3月5截止。今年第2季事工有订表，伫3月19前，请交予干事，以方便整理。事工有订表，门徒会约事工甲演示会消息，请牧师报告。第1，附强门徒开学消息，时间伫2月5到4月7日，每上午9点，共19堂课，请咱家己看。请掀开第6页，牧区团契消息，第2点，主日2。报告，继续征求分班老师甲1位音控同工，欢迎对囡仔信用教育有负担的兄弟姊妹，会当向迄个龚玉凤校长甲办公室联络。其他请咱家己看。请掀开第7页，关怀代祷事项，请看第3点。继续为着病痛中兄弟关心代祷。第4点，请为着南部欠水来代祷。请看第8页，总会社区的消息，请咱家己看。继续看第9页，奉献金额若有处理错误。请联络财务组。以上报告，请牧师补充报告。各位兄弟，我来做几项的补充啦。头一个是咱今仔日特别有看见咱吴牧师娘甲伊的公主咱的这个郑光兄有来到咱中间特别要甲咱兄弟致意，说多谢伫拜一咱有。为着胡伟英老师举行告别式，因来到这个中间
家己点一个头就会使吼。啊，咱继续为着乌牧师吼，牧师娘佮伊的家庭来祈祷吼。多谢因请坐吼。伫拜一举行的礼式啦吼，咱真侪兄弟拢主动去到伫迄个殡仪馆的所在参加吼，人超出咱所预料的人数吼，所以因也真注意吼，特别安尼要甲咱说多谢安尼吼，咱特别继续为着乌牧师来祈祷上帝恩典甲伊同在，咱嘛为着牧师娘来祈祷啦，伊进前拢足无闲咧照顾吼，照顾乌牧师照顾慧英老师安尼吼，咱伫大道中三少年安尼，咱等下吼有迄个生日的庆祝，咱请要请中电兄代表来分蜡烛，咱先等下请执事来准备吼。有关这个消息中间有几项，我过来做一个提醒甲补充啦吼。头一个就是迄个，我有即个图片，照即个图片来讲甲印象吼，就是咱，互我来指来吼。即个耶稣受难前40天的连续祈祷会已经开始啊！吼，对顶礼拜一开始，咱拢总有40日啦。兄弟姊妹，咱毋通想讲我著对头到尾参加才有算无？你随时拢会使加入吼。咱楼骹有迄个签名表，你看要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逐日经一顿吼。牧师特别提醒讲，有诶兄弟年长诶，你著无适合禁食吼，身躯诶问题爱食药吼，无食佫袂使，所以你会当食，嘛是参加祈祷。祈祷较重要啦吼，禁食是一个记号，互你讲，我是安那要禁食，是为着要祈祷吼。遮大家踊跃报名吼，继续参加吼。咱伫迄个受难日的即个特别的祈祷会吼，咱后礼拜报周报，咱嘛请大家准备心吼，伫迄天大家踊跃来参加来孝念耶稣基督的受苦吼。第二张吼是即个有锁条的。第二张是咱有一个全教会的工作吼，就是要请潘荣龙牧师伫3月18是拜六下晡2点啦。迄个时间可能大家较毋是原起所咱聚会的时间，毋过即个潘牧师伊是理工的老师咧，毋过对灵性培灵真有上帝互伊祝福。伊嘛是教授，嘛是老师就对啦，嘛是牧师。所以请咱大家难得对新竹来呢吼，是基甸牧区办的，毋过是开放全教会，欢迎你到时来参加，你会当领受真多吼。这个潘牧师伊所分享的，即届主题叫做创意查经啦吼，创意查经。过来是下面一张吼，咱有一个真好的课程是咱新人院甲咱合办的吼，就是孙宝玲牧师，伊要带咱来研究规本的使徒行传吼，用10几礼拜的时间，用拜4暗吼，7点就开始7点安尼较早吼，大家欢迎吼，咱若讲有要报名，甲咱的干事甲咱的迄个会期执事报名，因为这吼是正式的课程，所以爱交钱啦吼。毋过的确会得到真大的帮助吼。咱顶礼拜开始吼，伫2楼煞坐袂落啦，所以即礼拜要改来第3楼较快。所以毋惊你坐就对啦吼，鼓励咱。我会记得吼，10几年前吼，咱的教会开始改变的时阵，就是查经呢，查使徒行传呢。我会记得开始是咱陈佑长老伫带查经，后来佫有蔡牧师带查经，互咱感觉讲，规个教会有一个用圣经的话做咱的一个中心吼，生命就翻转。所以欢迎你吼，若有迄个意向吼，最好是吼对头到尾听好了吼，毋通来听一场无彩啦吼。这是即个使徒行传，过来下面吼，下面这是咱文道学校现在礼拜中伫大楼遐咧上课，欢迎咱报名吼，欢迎咱来报名继续参加，因为你一课一课吼，你中差咧嘛袂要紧啦吼，这是一般的会友拢会当参加的吼，咱又无共款老师咧教吼，佫有一个是文道学校1。过来是2啦，2就是讲已经读过第1期的，遮就是准备要学习做服侍、做干部的吼，嘛是真好。阵第1场节牧师无伫遮，就是去遐咧上课，吼。这你若讲我甲礼拜日吼，安尼第1场来上课，第2场来做礼拜，
两项拢无影响到。啊，你来一遍教会啦，定吼，即话用礼拜日来上课是个原因啦吼。佮另外咱嘛有咱的即个周间的查经班吼，周间的查经班就是咱的瑞平牧师伊带的吼。啊，因为大部分人拢较惯势讲国语啦，所以用华语为主吼。啊，咱有早起的一场，啊嘛暗时的一场安尼吼。啊，这是牧师较啰嗦啦，想讲。那愈侪人参加，实在是愈好吼。啊，所以佫甲咱提醒鼓励咱来参加安尼。啊，当一两项补充的消息吼，就是咱今仔日吼是咱的胡泽豪传执事来聚会，咱甲鼓励一下好无？来甲鼓励。谁人要叫咱鼓励呢？哦，胡泽豪就是牧师较早来牧会的时阵哦，迄阵是小朋友啦，哦，主一个学生啦。今仔日看到伊徛来伫台前吼，就知影讲啊，第一牧师老啊啦吼。第二，新的一代要来做领袖啊，啊，所以呢，这是足有意义的。因咱这执事吼，伊应该是伊上少年吧，哦，伊上少年吼。啊，所以咱家退祈祷。有人会想讲，啊，做好你台语无标准，迄无标准是正常啦，有标准较厉害啊。啊，所以咱咧互伊有迄个错误的机会嘛，毋才会改吼。啊，毋通读书甲伊讲，你即句毋对，迄句毋对，伊讲咧到第后摆都毋敢起来啊你，吼。啊，牧师较早嘛是台语无讲介溜练转嘛是慢慢啊学啦吼。啊，最后是重要是讲，咱拄则看咱咧带敬拜团的嘛是拢少年的哦，哦，所以教会慢慢啊咧改变，新的一代爱出来看头啊啦，袂使讲行老步定袂使啊。其实较侪少年人啊，少年人出来。啊，做伙来服侍，做伙来拍拼吼。啊，相款吼，咱的即个以赛亚牧区嘛足甘心啊。今仔因献诗唱啥物啊？唱国语咧。啊，所以吼，台语甲国语即嘛拢无分啊啦吼。因为牧师啊讲话啊，一句台语，一句国语，恁咱拢听有就对。啊，这是咱新的时代社会的现象。啊，所以请咱大家吼啊踊跃来参与吼，踊跃来参与。那搁一项特别。爱恭喜的是啥物呢？就是咱昨昏吼啊，咱有为着咱教会啊，咱的即个啊义恩兄弟甲圣会姊妹吼啊，因举行婚礼啊，我看到讲甲伫楼顶啦吼，啊，搁爸爸妈妈来，你徛起来，互阮甲你欢迎一下好无？好来，参迄个啊，参惠圣节，啊来啊，是咱的义恩兄弟吼，啊，搁圣会姐妹吼，因昨昏伫遮结婚吼，甲因恭喜，昨昏嘛足侪人吼。啊，特别来介绍就是讲，啊，昆山兄甲惠圣姐伫咱遮聚会啦吼。啊，因有参加小组，所以有诶兄弟较无遐尼熟，因为来遮大概5、6冬。啊，咱诶义恩兄弟甲圣会姐妹吼，原来是伫2020年啦，2冬外前哦，就要伫遮结婚啦。啊，但是因伫美国，啊，煞疫情诶关系，啊，就一直前啊到最近开放啊，啊，专工2个佫对美国倒转来，啊，等于。见遮个啊相亲啦吼，遮个亲人安尼，啊昨办一个足安尼足水足温暖啊哈一个婚礼，啊咱为着因祝福，听讲伊因讲，过7、8日特别佫倒转去美国，因住伫迄个维吉尼亚遐吼华盛顿诶首都诶附近遐，啊咱求主带领因伫遐生活，啊因诶啊种种各方面拢有主诶看顾吼，啊嘛有机会常常倒来甲咱做伙熟悉啦吼，安尼真欢迎因吼。用安尼来做补充的报告，按即时来做结束。请起立，同心来吟上吟，信诗388首，因根归信悲上帝，因是煞请牧师主导。更归上帝上帝，应更圣行，清心三位一体，在地的现在地的，将来也永远的内，无穷无尽。当心嘛，领受对上帝来恩典甲祝福。
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听从，圣神的扶持引带帮赞，甲每一个兄弟姊妹三甲同在，对即时直到永世来拢无煞。阿门。请坐，咱伫电角线来做庆生，大家灭道闭会。感谢主，咱这时要来为着3月份的寿星来祝福。咱3月出世的兄弟，恁徛起来，互阮甲恁祝福好无？来，咱3月也免客气哦，吼，所有的人3月哇，这拢看到啊，吼，拢真熟悉啊，吼。来唱生日快乐歌，啊，要请中电兄等下分下招。再来，嗨！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愿主祝福你，祝你生日。来，大家唱英语的来 ，Happy birthday to you。等下，唱了。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来，中电兄，分下招。哎，恭喜恭喜！咱为着这个寿星来祝福祈祷啊！咱为着这个寿星来祈祷。主管的上帝，感谢你，春天来，看见万米大大发展成长。我也看见伫3月份的寿星，因领受到上帝恩典，求主赐福因，互因伫健康、伫工作生活、伫家庭、伫信仰，拢白白得到上帝你的恩待甲保守，特别。互因伫亲人的祝福的下面，更加领受到迄个生日所带来温暖。主啊，每一个兄弟姊妹，阮的生命对源头是对主你来，所以阮活出耶稣基督的款式，活出活命树的恩典，这是阮每一个基督徒所追求的。求你亲自恩典祝福伫每一个兄弟姊妹中间，也祝福阮兄弟姊妹大家转去路站一路拢平安啊！伫过来一礼拜，逐日出入平安。领受上帝满满的恩典，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甲隔壁祝福一下好无？祝你春天领受更大的恩典，来啊！上帝祝咱平安，大家平安。